好，這幾天啊，這天氣真熱熱，佮加上頂日啊有落雨，所以環境濕濕，蛇就安尼開始踅出來啊。屏東縣今年1月到5月呢，已經有超過1000件的掠蛇的通報，這數字是比去年同時間佮加超過3成左右。有不少民眾是講這蛇軟入去因兜厝內啊，所以拜託這村長到通報，請縣政府派人來掠。這即馬要掠蛇啊！你看伊只蛇。米粒啊，哦，離咱的門村哇，等下，哦，你看啊，哎呦，真長咧！哦，你看這只蛇。用葉仔看看啊，甲蛇刷出來。臭青母雖然求做一丸米佇壁邊，毋過感覺袂說買。居民看到是險啊驚死。屏東的鹽埔鄉鹽南村有民眾通報，厝內有蛇出入。村長接到村民通報了後，趕緊敲1999尋求協助。掠蛇的人到位，甲這尾走入去人兜的溜仔順利掠起來。居民才總算透一口氣。落雨啊，落真10天啦。啊，即馬這溜這蛇吼，較後走的人的厝內啊，伊要較有當食。較有人避啦，啊嘛無伊咧要食落烏白蛇，伊咧蛇攏是安尼啊。那你要陪底，我安尼要困的都走出來，我實際上，蛇走入去民眾厝內頻率確實有變濟。根據縣府農業處統計，今年掠蛇通報1月至5月就已經有1000多件，比去年同期693件加3成。6月已經有130件左右。用統計數據觀察，逐年3月過後，氣溫漸漸變懸，蛇就開始活動，通報掠蛇的案件就會增加。到6月17號為止呢，通報件數大概來到已經接近1200件，確實是有較去年稍微變多。那農業處這邊呢，也呼籲民眾如果遇到蛇入侵住家的時候呢，千萬不要慌張。農業處提醒民眾愛固定時間拍草，避免雜物仔積掉咧。囥外口的桶仔愛加蓋掛，減少溜仔味的所在。萬一看到蛇，愛保持冷靜，千萬唔通家己掠，也是甲趕。隨卡119、1999、1959，會有掠蛇人員到場協助處理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